我就係阿龍啦。呢次就係基本上就係我第二次拍片，都唔係拍咗開，係咯，淨係拍咗一條片嘅。今集咧我就想 show 一 show，其實咧玩武士咧，其實係玩 PVE 咧，其實係武士係基本上係比較犀利㗎啦，係咯。基本上係完全基本上可以唔使耗血就打得贏嘅，如果你有技巧嘅話啦。係啦，今次我啊攞呢隻呢隻鋼牙龍試一試啦，試俾大家睇一睇啦。其實用武士咧，其實真係好容易嘅，真係好啱新手用嘅。基本上佢啲技全部都係基本上係 for 新手而設㗎啦，或者 for 打電腦而設㗎啦。其實係咯，冇乜嘢嘅。差唔多到啦。通常咧，我哋就會開咗6技先，跟住走埋入去，開咗個8技，跟住打咗一轉先，跟住就開始啦，慢慢打。係啊，基本上你只要識避啦，同埋最緊要有翻正常嘅血量咧，你就基本上係唔會死嘅。你就算得我當你定係得5000零血啦，基本上你都係唔會死嘅。你開大技你一定睇得到噶嘛。你只要出佢係咯，你只要避一避就避得到嘅，根本上唔似其他嗰啲職業啦。其他職業通常有啲好多都要好近咁樣打啦。武士咧如果用太刀嘅話，基本上係遠距離有得，近距離都得嘅。係咯，你見佢都唔係打到好多次嘅，其實。同埋基本上武士其實你持久力比較耐啦，啲輸出又唔會話好低啦。除咗3技之外，因為3技其實要企定先用到，好少會再用噶啦。去到高 level 嘅話，係啦。基本上你見我依家咧打得咁快，已經打過咗半年血棒啦，係咯。我自己係得個30幾咧，玩咗冇耐嘅啫。但係基本上你只要識兜圈啊，係咯，切換得切個畫面，你基本上唔會輸嘅。打團戰就都幾好嘅。如果有機會，我下一條片應該會試下用雙節，係啦。雙節就係比較輸出比較高啦。不過其實一套 game 咧，當出嗰啲新職業咧，通常啲新職業都會比較勁嘅，係咯。不過武士打 PVP 咧就比較弱少少啦。如果用太刀嘅話，用雙節就會比較好咯。因為雙節爆發夠高，你太刀你基本上你好多技都要埋到身先比較輸出好高咯。因為如果 PVP 嘅話，人哋對方同你都係有呢啲技㗎嘛，所以就會比較難打啲咯。用雙節就會好啲咯，因為雙節有啲比較範圍大啲嘅技。話咁快已經打完㗎啦，係啦。其實一啲都唔難打嘅，就算係去到比較挑戰再高 level 啲嘅怪都得嘅，其實係咯。今次嘅影片就介紹到呢度啦，多謝收睇。中意就 like 啦，或者 subscribe 下我啦，因為我真係一個新進嘅拍片啦，係多謝。